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嘉 Sir，今日咧同大家 update 一下咧 Novo 究竟值唔值得買？咁我有我嘅諗法，係咪啊？咁老實講咧，近排個樓市咧的確係好旺，即係比起上年嚟講係旺啦。咁你唔係攞最旺嘅時候比，咁而咧你留意一下咧，咁多間地產商，新鴻基真係買樓最叻，係嘛？咁盡量咧佢都會。上次嗰個 Sierra C 啊，佢都可以買得晒。咁所以咧，今次咧 Novaland 又掉出嚟啦。Novaland 今次掉出嚟咧，都算平喎，都算平喎。佢起碼咧，嗱呢個廣告價14,461蚊。咁呢啲單位值唔值得買咧？今日會同你做一個分析，好嘛？咁今日大概琴日咧就開咗108伙嘅價錢啦，咁切實嘅均價咧就平均咧就係11,398。你問我咧比起其他咧1A 期、1B 期、2A 期、2B 期咁樣咧，佢都呢個係咁多張價單咧係最平嘅喎，而最平得嚟咧300萬有找。嗱，今日嚟講咧，我會預計啊，如無意外咧，基於佢係新鴻基。同埋個市咧落咗嚟，HIBOR 咧大概0.7度，咁如果一加1.3加0.7，大概兩呢度咧，都係值得啲人會覺得值得投資喎，因為始終咧中國人甚至係香港人咧最信就係樓啦，而你買樓買咩啊？買新鴻基咯，係咪啊？就係個個都係咁講啦。咁所以咧呢108伙咧，好大部分咧都係可以賣晒嘅。咁但係當然啦，如果你要買樓啊，最好就唔好買屯門啦。邊啲人可以買屯門咧？你就係住開屯門嘅人，又想換新樓嘅人，你咪買咯。但係如果我哋啊，即係我唔係住屯天元噶嘛，即係住港島、九龍嗰啲咧，就好少買到呢啲單位噶啦。咁所以即係話，如果你留意呢個盤，或者係你覺得 OK 嘅話咧，咁你又可以即係究竟呢個係啱唔啱，係一個上車價，你又可以諗下咯。咁所以咧，對於我嚟講，我去過 Novoland 啊，Novoland 個商場好細，係嘛？同埋都係對於我嚟講，我覺得好遠啊！我要翻工，我就唔會揀去。但係如果你話上車盤咧，上車盤住3、5年咧，而家呢一刻咧係可以考慮嘅。我會睇個市咧係會低息環境咧，再跌嘅空間唔會有，唔會太多。對於我嚟講咧，炒樓亦都唔係咁好嘅。自住呢個係射程範圍咯，400零萬買層樓。仲要新樓新鴻基，好唔好啊？咁所以咧，如果我哋要去揀單位嘅話咧，我哋咧等等啊，我哋睇一睇啊。嗱，老實講咧，如果你覺得係 Novaland 係好嘅，我哋睇一睇。佢開嘅價單唔多，大概咧同 Sierra C 嘅個價錢咧係差唔多。如果係差唔多嘅話咧，咁我覺得係1Q 清係可以嘅。咁你話嗱，我哋先唔好睇右上角啦。大概咧，佢賣咗呢一堆嘅單位，即係 F 啊、D 啊、B 啊、A 啊咁樣。咁邊啲可以揀得咧？我認為啊。千祈唔好揀啲太大碼，咁有啲係可以篩走去嘅，例如係呢啲啦，G 室啦，308尺啦，306尺啦，佢賣緊係折實個平均尺價咧係12,000蚊嘅，咁呢啲係唔好。如果我有機會去揀樓咧，我會揀邊啲咧？就係揀啲尺價低少少，尺數又大少少，可能咧個環境景觀唔係咁好，唔緊要揀高少少。即係話呢啲咧，如果去到11,000蚊尺咧，呢啲位置咧9樓啊、10樓啊呢啲咧就我自己會揀咯。咁但係如果去到12,000蚊一尺咧，咁呢啲我就唔揀啦。但係第一我唔揀嘅原因就係我唔會揀306尺呢啲細單位。第二，我亦都唔會揀呢啲600零尺嗰啲單位。揀咧只有一個原因，就係揀一啲兩房嘅單位。如果你揀啲600零尺嘅單位咧，去到700幾萬咧，就唔好買屯門啦。700幾萬可以翻出去港島、九龍嗰度，即係有好多選擇，係嘛？但係雖然咧，你可以話住大啲啦。咁但係咧，如果我話俾你聽咧，即係話將來如果而家呢一刻你係諗住係過渡性上車先嘅咧。
咁我就會揀一啲400零尺，起碼住到下，有兩個房，兩個即係一家人住都住到啦，係咪啊？一家四口，有個廚房或者係開放廚都得啦。470零尺，如果係嘅話咧，大概你500萬到咧。咁你起碼如果你攞到3成嘅首期至4成嘅首期，攞200萬出嚟咧，其實你負資產嘅機會咧都好低嘅，而家呢一刻。咁所以咧，你就起碼係可以置咗業。咁如果話俾你聽咧，Novoland 如果佢追翻係以前個價，大概14000蚊尺嘅話咧，咁呢度咧就可以去到650萬到喎。咁即係話咧，如果你有機會換樓，你買呢個單位，首先自住先。然後咧去到650萬到嘅時候咧，你可以換樓。咁你假設有200萬嘅首期，再贏多嗰大概120萬到320萬咧，你就可以大概俾到3成首期，可以買到800萬至900萬嘅樓啊。咁當然要睇你工作嘅收入啦。咁但係如果你問我，我會揀 B 室，我會揀 B 室。呢個兩房單位都可以平平地 D 室。OK，咁跟住呢啲四房單位，呢啲一座 E 室都可以。咁呢個490幾尺嘅都得，OK，即係呢三嚿得咯。G 室唔要，F 室要，跟住呢度446尺又要啦，可以。咁你睇下到時抽到咩籤就可以啦。即係話呢一堆1E、1D、1B、2F、2G，我自己都會買。如果我抽到嘅話，二座 D 室就唔要。咁呢度600萬都唔要啦，呢度600萬都唔要啦。咁尤其是呢度3房1套嗰啲我都唔會要。原因咧，我只有一個原因嘅啫，就係如果我買呢個單位咧，就係我而家係冇樓嘅，首先上咗車先，然後你望個樓市有機會係向好，可以換樓嘅。咁呢啲單位咧，就會將來嚟講係會比較容易甩手，同埋對於你係上車啫，下一家接你嗰個都係上車噶嘛。咁所以咧，上車嘅人係特別多噶嘛。而你當你賣翻出去啦，而家你500萬600零萬個市旺少少，你賺100零萬嘅話咧，其實個市旺嘅時候，一期二期都係賣緊14,500蚊尺，都係做到喎。咁所以咧，嗱，如果你唔係個個單位都話會好㗎，咁我哋一定要做啲分析。如果佢開口呢手價錢，我認為係適合咩人咧？就係啱啱，第一係要條件係要住屯門嘅，即係第二啦，有個條件就係你啱啱上車啊，你外面可能新嘅小情侶亦都想買樓，咁啊唔介意住得遠嘅，或者係 home office 工作嘅，又可以去諗呢啲單位咯。目的咧就係等，如果個市係經濟向好，你又睇個樓市係向上升嘅話，咁你就可以有機會換到單位啦。輸錢嘅機會都係會少啲，不過我諗係會抽爆嘅呢個，應該都會。第四樣嘢，你就要足夠嘅首期咯，你就唔好做9成按揭啊、8成按揭啊咁樣，因為咧保險按揭嗰啲咧都係收你20-30萬嘅，除咗收你20-30萬之外咧，你有機會跌2成落嚟啦。你而家睇緊個市跌噶嘛，跌2成落嚟，你又要負資產，你完全變唔到現啊！你明唔明啊？自住如果個市跌冇問題，我俾足夠嘅首期，唔會負資產，我咪繼續住咯，係嘛？咁所以個關鍵就係而家呢個狀態咧，揀住呢堆單位，我大概50至60個啦。但係低層唔好揀啊，即係話3樓嗰啲唔好揀啊，盡量咧高幾層啦，8樓以上咧，大概30至40個單位咧，我覺得可以揀嘅。如果我去做咧，我就揀咗呢啲單位，然後收租咯。嗱，自住唔係自住會好啲咯，自住會好啲咯。收租就投資上面嚟講就唔揀到富零啦。純粹係因為自住想成家立業呢啲位咧，我就會考慮啦。張價單唔算貴，真係唔算貴，購買力會喺度。而一個市係好簡單嘅啫，10000蚊附近嘅單位係新樓，尤其是係新鴻基，基本上掃晒。如果上到20000蚊咧，嗰啲承接力咧就唔係好夠嘅。反而咧就係而家係有錢嘅人冇咁有錢，唔買樓。啱啱係草根嘅階層，啱啱上樓咧，佢哋係仲敢衝入去嘅，好嘛？咁所以咧，Novoland 今日去到呢度，咁嚟緊我會繼續 update 大家，咁所以咧大家繼續支持我，有咩喺 comment 嗰度問一問問題，我會繼續答你，多謝你，拜拜。